平安。今天9月11日，我们要一起来敬拜上帝，一起来到主的面前，一起来领受。愿上帝的话语成为我们每一天的帮助。让我们在当中有许多经历上帝的恩典，我们一起用诗歌来敬拜上帝，也让我们来到主的面前，将自己完全的摆上，倾倒在上帝的面前。交通的山高在你脚前，日记与你面对面，呼吸，我心渴望体贴你的流生命，只为你倾倒我所有。生命每分每秒毫无保留，能倾倒我所有，是我今生所求。从今以后永不回头。打破这想法在你脚前，破碎我自己与你面对面。我每口呼吸，我心渴望体贴你领我生命，只为你倾倒我所有。愿你旨意成就，生命每分每秒毫无保留，能倾倒我所有，是我今生所求。从今以后永不回头。我的过去，我的未来，全然倾倒在你脚前。我的过去，我的未来，全然倾倒给你，倾倒我所有。你旨意成就，生命每分每秒毫无保留，能倾倒我所有，是我今生所求。从今以后永不回头。每秒毫无保留，从今以后，从今以后。永
主，愿我们倾倒我们所有人来到你面前，来领受你的恩典、你的恩膏。愿我们将我们自己倾倒在你面前，亲爱主，愿我们来到你当中，领受你的恩典，也将自己的生命倾倒在你手中，每时每刻毫无保留来到你面前。亲爱主，在我们生命里面，我们有太多的事情来羁绊着我们，而我们也把这些成为我们的理由，让我们离开你，让我们没有来到你面前浸泡在这当中，与你面对面来领受这些。愿我们打破这香膏，在你脚前破碎我们自己，单单的来到你面前，来经历你，来仰望你，与你同在，你与我们同在，每时每刻都将自己完全交在主你手中，倾倒我们的过去，倾倒我们的未来，将一切都倾倒在你面前。愿你悦纳我们摆上的，将今天的聚会仰望在主你手中，将每一位弟兄姐妹，每一位参与的弟兄姐妹都交在主你面前。感谢主，将祷告祈求都奉靠主耶稣的名，阿们。我们今天9月11日，我们要一起来读的经文在尼希米记第6章第15节到第7章第4节。我们一起来读今天的经文。经过52天的工作，整个城墙在以路月25日完工了。我们周围邻国那些敌人听到了，觉得很多丢脸，因为每个人都知道这工程的完成是由于上帝的帮助。在那些日子，犹太人的领袖们常跟多比亚通信，许多犹太居民也站在他那一边，因为他的岳父是亚拉的儿子示迦尼，而且他的儿子约哈南娶了比利家的儿子米舒兰的女儿。人民常常在我面前谈起多比亚的种种好行为，也把我所说的话传给他。同时，多比亚也常写信恐吓我。现在城墙已经修建好，城门也安置好，圣殿守卫诗班队员和其他利未人的工作也都指派我妥当。于是，我派2个人监督管理耶路撒冷城的事，他们是我的兄弟哈拿尼和城堡的司令官哈拿尼亚。哈拿尼亚是个可靠、敬畏上帝的人，没有人比得上他。我吩咐他们，清晨天没大亮以前，不可开耶路撒冷的城门。晚上在太阳下山、守卫离开岗位以前，要关上门栓。我也吩咐他们要从耶路撒冷居民当中指派守卫人员，一部分人看守特定的地点，其余的就在自己住屋的周围地区巡逻。耶路撒冷城又大又宽，但住在城里的人并不多，房屋造好的也不多。我们今天的经文在尼希米记第6章第15节到第7章第4节。让我们再用一些时间来读今天的经文，来领受，来默想今天的经文。
大家平安。在今天9月11号，是很多人特别需要平安与安慰的一天。当我们在看这些经文的时候，也会发现这里面的许多人，他们也需要这样的平安与安慰与他们同在。因此，当耶利米来的时候，对他们来讲也是一个很大的帮助，让他们能够在当中一起同心的来完工，而且也在当中去领受上帝的恩典，上帝的大能要与他们同在。所以在这每一个区块里面都很不容易，不管是要把人号召在一起，或者是要一起动工，或者是要一起来抵抗这一些来搅扰的人，其实都不容易。然而在当中，上帝让事情成了。所以在当中，我们看到今天的经文里面也特别有提到说，这样的事情不是因为人做了什么，更重要是因为上帝做了什么。所以当我们在很多事情当中要看见的，我们常常只是嘴巴讲讲，但是我们一直在看的是人做了什么，一直在思考的是人在当中多努力。但是在这里面，我们常需要回来再看的是上帝做了什么。我们有没有愿意降服在上帝的面前？不再是我们多厉害，而是回到上帝面前来看，究竟我们愿意降服上帝，是不是愿意仰望交托在上帝的手中？因此在今天的经文里面，也让我们去看，究竟上帝在当中怎么样来带领。而在这里面，上帝也赐福了尼西米，让他有这样聪明智慧，在做这许多的事情当中。我们来看今天经文里面讲到说，经过了52天，所以在这样的事情当中，势必需要一些时间，不是说好像一个魔术变了，一个魔法变了就好了。在这当中需要人参与在这里面。而这些人，我们看到在前面经文讲到说，从阳门开始这样绕一圈，大家参与在这里面。其实也不是说他这样讲了之后，大家绕一圈就完成了，而是在当中许多人参与在这里面一起来做。所以在这里面，我们看到从在当中一起来做，做了52天。而这样的日子，有一些学者在讲，大概就是我们暑假的时刻。暑假的时刻。大概8月、9月暑假之后，8月、9月的时候去完成这样的事情。所以这当中我们看到，这时候不就是正在很热的时候吗？而在当中我们看到，也是太阳很大的时候，他们有多一点时间可以好好的去从事这样的事情。所以整个城墙在以路月25日完工了。当然这些东西也需要做一个记录。去看见上帝让他们参与在这里面，哇，这样的事情很不容易。城墙倒塌，或者是修补城墙，在这过程当中，我们也需要花很多的心力在这里面。在这样的一个大工程当中，你愿不愿意参与？各位弟兄姐妹很重要，你愿不愿意参与很重要。许多时候我们常常会觉得，别人参与就好啦，别人厉害的去做。但是我们看到圣经里面常在讲的，不是只有厉害的人去做，而是我们都要一起来参与在这样的事情里面。当我们大家一起参与进来，就像我们小时候在读的书一样，那筷子、竹筷子1根、2根、3根，大家一折就断了，但是一把呢？我们在许多事情当中，我们在做会觉得，我自己做很快啊，我可以很快的把一些事情做完，然后照着我想做的来做。但是这样大工程当中，你可以一个人去做吗？之前我也看到一个水电师傅他们，其实有时候我们会觉得我自己做比较快啊，哇，跟你们讲一堆怎么做。但是当他们去做一个地方的房屋的时候，他们那时候是用公益的方式去做。他也号召了好几个不一样的师傅一起去做，然后每个师傅也带着徒弟去。所以当中我们看到，当他们这样去的时候，早上去，然后弄到傍晚离开，完成了那一家水跟电，甚至有一些需要处理的，都帮那个家庭完成了。
在那当中，有可能如果当一个师傅，可能要做个2天、3天、1个礼拜，但他们就这样，大家有能力的都一起去，从师傅带着徒弟一起去做，把它完成了。所以在我们教会的服事里面也是一样，其实常来讲，不是你多厉害，不是你什么都不会，而是你愿不愿意一起去做。当你心里站起来的时候，号召大家一起来做了，事情就这样成了。有没有看到，当我们在看圣经的时候，有时候很喜欢看到这样的描述，不管是在创世纪或在其他的经节当中，有时候我们都好喜欢这样的话语，事情就这样成了。照着上帝所说的，事情就这样成了。大家参与在当中，一起服侍，一起祷告，事情就这样成了。所以这边在讲到说，经过了52天的工作，整个城墙在以卢月25日完工了。当他们完工了之后，旁边人会觉得怎么样？就像很多教会，他们建堂之后，其实后续过了很多年，然后就有些人会分享当中，有时候我们会觉得，谁没有回来，谁没有回来，谁坏了怎么样等等的。在当中也不是在讲什么，而是有些人在会说谁不回来，因为他觉得很羞愧、很惭愧，因为在建堂之前，他极力的说不要，他不要花钱，他不要花这个心力，他不要在建筑的过程当中一起怎么样，有很多理由，甚至离开。但是在整个建堂结束之后，他看到哇这么华丽的教会，他也不好意思回来，因为他没有参与，他也觉得不需要这样子。当然里面的人会觉得你就回来啊，我们又不是不熟。而在那当中的人会觉得哇怎么样？确实有很多外在的人都觉得这个教会怎么可能？我们听到很多教会他们在分享建堂之后的事情，很多人都觉得怎么可能？你们不用傻了，你们没有钱，没有人，没有什么，都觉得什么都没有。当一个教会，我们常常讲的是硬体，当一个教会在软体当中，在牧养的方式，在造就的方式，在许多东西在做调整的时候，也很多人说不要傻了，牧师，你看这群人怎么可能？你们教会怎么这么糟的问题，怎么可能？虽然我们读圣经的时候常常在说，在人不能，在上帝凡事都有可能，但是回到现况当中，我们也都觉得不可能。但是当我们看到有些教会翻转的时候，有很多人拉不下脸，就会觉得我以前讲的这种话，那现在见到他们这样的改变。所以当中我们看到有很多这样的人，所以当我们在看尼希米的时候，有看到他有很多的内忧外患，外面的人跟他说不可能，里面的人跟他说不要这样子。其实有很多的教会遇到这样的状况，当需要改变的时候，当需要调整的时候，有很多人都说不要做，不要做，你这样做我们就要请你离开，你这样做我们就要怎么样怎么样，有很多难听的话都出来了，甚至有很多恐吓的话都出现了，威胁的话都出现了。然而当真的改变的时候，我也听过很多的牧师在说，很多这样的人之后，他们也都没有脸留在那个教会，就都四散走了，因为他们在当中是极力反对的，极力反对教会改变，极力反对教会重建，极力反对，其实讲白了就极力反对让上帝在那当中动工。所以当我们在看尼希米的时候，其实在讲到重建，其实也在常常看到说硬体的重建，生命的重建。第16节这边讲到说，我们周围邻国那些敌人听到了，觉得很丢脸，因为每个人都知道这工程的完成是由于上帝的帮助。其实我们都可以听到很多的东西，不管是自己的教会或其他教会，我们都可以听到许多这样的事情。
我们虽然一直在讲，一直在讲，但是你会发现，讲只是流于形式，真的生命不愿意改变，不愿意去重建，不愿意参与在这当中。当大家要一起要走的时候，大家都说：“哇，这是教会重要的事工，这很重要，很棒。”就像以前我在某个教会某个教会的时候，看到他们在那边讨论很久，哇，这东西很好，对，我们应该做，我们应该修理等等的，我们委托给牧师。大家没有愿意参与在当中，都让牧师来做。然后当牧师要叫大家参与的时候，每个人都忙。这不也就是像耶稣那时候在讲的，他呼召人来跟随他的时候，很多人说我爸妈还在，哦，还有小孩，我还有工作，我庄稼还没有收。耶稣说：“任凭他们死人去埋葬死人吧。”所以当中让我们看到，每个人都知道，这工程的完成是由于上帝的帮助。所以这是上帝感动尼西米，上帝让尼西米参与在当中，带领大家一起来做这样的事情。而在这里面，我们也看到很多的以色列人、犹太人，他们愿意参与在当中，事情成了。所以在这里面，这些人他们不犹豫吗？或许他们有犹豫，但是他们愿意跟着走。许多时候就是这样，当我们在讲信心的时候，你还不明白的时候，就跟着走；你还在犹豫的时候，跟着走；你还在想说怎么样的时候，跟着做。在做的过程当中，你就可以点点滴滴看见上帝的作为在这当中。所以我们看到旁边那些人神巴拉等等，他们在用的各种手段，又讲的各种话，然而在当中看见搭建起来的时候，重建起来的时候，他们很生气。这边讲到说也很羞愧，也很丢脸。所以让我们看到这所有的事情都在于上帝，归荣耀于上帝。在当中我们看到尼西米里面不是在讲说因为谁很厉害，不是在讲谁很厉害，这边在讲说是由于上帝的帮助，因为上帝的帮助，所以很重要，因为上帝的帮助。所以由于上帝的帮助，所以可以完成这样的事情。所以不是因为人。后续这边你在讲说，在那些日子，犹太人的领袖们常跟多比亚通信。其实他们邻居嘛，总是都会有很好的关系，住在一起的，不管是隔壁城的，或者说旁边的，其实都会有关系，甚至有通婚。所以这边讲到说，其实这些犹太人的领袖跟多比亚也是有一些联系的。就像我们一样，我们跟很多人其实都会赖来赖去。这边讲到说，许多居民也站在他那一边，犹大居民也站在那一边。所以他的岳父是亚拉的儿子是加尼，因为他的儿子娶了比利家的儿子米舒兰的女儿。所以当中我们看到多比亚跟以色列人跟犹太人其实有很深的关系，是有这样的关系在。所以人们也常常在讲多比亚的许多好行为，也把我所说的话传过去。所以在对谈当中很自然的讲到说，这边发生什么事，尼西米做了什么，他说了什么，也跟他讲。其实在当中也一直在交换很多的讯息跟情报。然而在当中他听了很多，我们看到说多比亚了解了很多，听到了很多，在当中他也紧张也担心，所以也常写信去恐吓他。所以当他听到这些的时候，他会不安。他们要建造起来了，他们很想要建造起来了，然后他在牧养这许多的人，他在帮助这弟兄姐妹。所以在当中我们看到有一些牧者也在讲到说，当我们在建堂的时候，其实不单单只在建堂，更重要的是我们生命的建造。
所以在建堂的过程当中，其实也叫做生命的建造，不单单只是因为建堂。我们看到很多教会因为建堂造成内部有很多的分歧，有很多的纷争。但是我们也常在讲到说，如果这样的话，还要建堂吗？更重要的是我们生命的建造。所以有很多教会的牧师也在讲到说，其实我们最重要的是生命的建造。而建堂的过程当中，也成为我们生命建造的一环。不是因为我们要建堂，所以就把生命的建造放在一边；不是因为我们要建堂，所以我们没有空间，我们就不用做这些事情；我们没有钱，就不用做这些事情；我们没有怎么样。更重要的是这些，因为建堂是为了让我们便于在这边聚会，在这边上课，在这边造就，在这边做这许多的事情。不是建堂之后就觉得哇，我很棒了。透过建堂是帮助我们在生命里面的建造。所以在这当中，我们看到有很多这样的事情在发生。所以当将来做的时候，也很多人把他的事情来跟多比亚讲，多比亚也写信去恐吓他。其实很多时候我们可以看到，你身边真的有很多好像不错的人，但是你也只听到这些，或许你只看到他要给你看到的那一面。所以这样一步一步过来之后，城墙修建好了，城门也安置好了。前面也在说，当多比亚、当森巴拉他们在很生气的时候，里面有一个括弧在说，其实城门也还没有处理好。但这时候他讲到说，现在城门已经修建好，城墙修建好，城门安置好，守卫、诗班队员、利未人的工作也都指派妥当。所以当中我们看到，从硬体、城墙跟城门都处理好，不是处理好就好了。硬体处理好其实很快，就像现在在说的，钱花下去有什么做不到的？但是更重要的是，圣殿守卫、诗班队员、利未人这些服侍的同工，这些参与的同工，怎么样去把他们训练好？怎么样让大家去做这样的事情？所以要分工，要分配好。在一开始，他分配了大家去重建圣殿，他这当中也分配大家要去敬拜上帝，去服侍上帝。然后在当中，圣殿的守卫，我们可以看作是我们的招待，我们的干事，我们在帮助这个硬体的东西的这些人。而诗班就是敬拜团、敬拜的同工，我们的圣歌队等等的，来持续不断的敬拜。而其他的服侍的同工，我们看到许多服侍的同工，其实也就像是利未人一样。所以当中我们看到这诗班，圣经里面讲的诗班不是啊，我唱一次，我休息一次，他们是不断的，每个人都要不断的在当中来献诗。我们看到圣经里面所记载这些服侍的同工，他们不是只有一团，他们是有好几团，他们将一直不断的来到上帝面前来献祭、来献诗、来服侍、来敬拜。而利未人也是一样，他们不断的在上帝面前，在帮助的弟兄姐妹、帮助的祭司，在当中的献祭，那当中的敬拜。所以我们在当中，我们不断的来到主人面前。因此在这当中，我们看到来到圣殿这些已经指派好了，在敬拜上帝面前的部分不能延宕下来，不是都停了。所以要建造圣殿，城墙也要在当中一起来服侍。而在这当中，我们看到他讲到说，我派2个人来监督管理耶路撒冷的事，是我的兄弟亚哈尼和城堡的司令官亚哈尼亚。所以当中我们看到，让这2个人来管理这些，包含圣殿、包含城里面的许多事情，来管理、来督导耶路撒冷城的事情。
所以当中需要督导，势必下面有许多人，所以不是只有他在做管理，是下面还有许多人一起来做这样管理的事情，所以让他们两个一起来督导。而很重要，他为什么要找这两个人？这边特别提到说，亚哈尼亚是个可靠、敬畏上帝的人，没有人比得上他。当我们在拣选同工的时候，这一直都是一个很重要的条件，是个可靠的人，交代给他的事情他会去完成，而且要是敬畏上帝的人。怎么样敬畏上帝？其实从他的生命里面可以看得出来。所以当中我们看到，其实有许多的人，他只是嘴巴讲好像很敬畏，但是你从他的生命，你会发现不是这样子。从他的言语，从他所结出的果子，从他跟人的互动当中，他的生命怎么样，他所跟人的互动就会是带出一些奇怪的东西。就像有些人讲话总是喜欢调侃人，总是喜欢伤人；有些人讲话总是刺来刺去的；有些人好像很认真，但是你会发现他的生命里面很空虚缺乏。很多人在讲说，我依靠上帝，我祷告，我怎么，但他没有进到祷告里面去，他没有将自己完全的献上，只是嘴巴，只是让你看到一个基督徒的皮而已。所以在当中，我们常常只是在那当中，在伪装，在很努力的做给人看。但是我相信圣经里面常提的某一些人，提到某一些人被拣选的时候，这边讲到说可靠、敬畏上帝，那种都要是发自内心，从发自内心去敬畏上帝，去爱上帝，这才会在很多事情当中去看得见。所以当我们在看我们的教会在找同工，在选举长子的时候，我们也需要用这样的方式。其实我们也看到有很多教会，慢慢的他们从选举当中做一些调整，让那些不是敬畏上帝的人不在名单当中。所以在这里面，我们看到这边他找了这个特别提到亚哈尼亚4个哈拿尼亚4个可靠敬畏上帝的人。我们也看到12使徒他们要拣选同工的时候，也有讲到说，我们要找一些人，他们是敬畏上帝的人，他们是领受圣灵的，有好名声，有智慧。这真的是要从平常每一天当中去经验这些事情。怎么样有好名声？有好名声也是要从他每一天的生活当中去堆积出来，不是做给人看，不是来到教会这几个小时给大家看，你看我是这个样子，是在他的生命里面每一天当中。因为我们看到初代教会，他们几乎每一天都能够聚在一起，都在那边一起敬拜上帝，一起祷告。而在这当中，他有没有真实的进到那当中，将自己完全交在上帝面前？所以使徒他们才会说领受圣灵。而在当中也要有美好上帝的智慧与他们同在。所以很重要，需要这样的状况。而在当中讲到说，没有人比得上他，没有人比得上他。这当中也就是当下最棒的一个人，能够很可靠的去完成这许多事情。而这样的可靠，这样的敬畏上帝，也可能在过去这2个月当中，他去观察这许多同工的做事。所以我们看到其实有一些其他教派的牧者的教会，当他们在找主任牧师的时候，其实他们是花了好几年一起同工，一
一起祷告，再看这主任牧师他的生命里面能不能来带领，在各方面当中，大家愿不愿意跟随他？那种跟随是属灵的跟随。因为这样子，所以他们也才能够这样的去拣选他的同工，与他一起来配搭。所以当我们在教会里面也是如此，不是随便乱选。对我们来讲，我们要打破一些东西。我们过去的选举其实都很有问题，我们选举常常都是，我们那时候以前也开玩笑说那种就是互相陷害，也常常会选举那些不常来的人，说你看选他，他就会来了。但这样的状况是错误的，不是选一个不会来的人，让他能常来，这不也就是一种压迫吗？某一种的勒索，因为我们选你了，所以你要来，所以他来了，参与聚会了，出状况了，就会说我又没有要来，是你们选我的，我不得已我来了，我不得已我要做这样的事情。在选同工、选会长的时候也常是如此，常常说轮到了就要做，大家都做过了，所以你没做过换你了。所以在这里面我们看到过去在团契的时代，其实常常有这样的问题，我们都觉得是要操练、是要训练，但是我们常常是在填空位，常常是在互相陷害，而在这样的过程当中都不符合上帝的教导、圣经的教导。圣经不是说去选择一个不适当的人，去陷害一些人来做这样的位置。所以我们在看到以前的团契，为什么越来越多问题，就是这样，大家都不得已要做这样的事情。而在当中，我们看到教会的选举也常常是这样子，有些教会甚至是买票，甚至动用各种关系，那种做法就跟坊间的做法没有两样。以前常很多在讲到说哪个政党，他们在某一次选举之前，就有大量的人加入这个政党。加入为什么？因为他们要选举主席、选举代表，所以有很多人加进来，他的票自然就增加了，自然就多了起来。而在当中也是一样，当我们在讲我们的合会的时候，也常在谈这样的事情。我们是在合会的时候才认真的邀请我们很多弟兄姐妹来参与，而在邀请的过程当中是说我们要开合会了，你要来。其实我每次来说，觉得这不是本末倒置了吗？重点是要邀请人、找人回来去牧养他，一起来敬拜上帝，而不是因为在当中要人来参加开会。当这样做的时候，会把人越带越歪。而在这过程当中，也会在这样对话里面去谈到某些东西。而在当中，很多时候我们会发现，到后来我们的选举似乎都是一些操作，操作谁可以上来，操作谁怎么样，然后就说去选谁选谁，或者去选你所认识的，但是没有选择一个生命里面有生命力的人，有信仰力的人。所以这是我们要反省、要悔改的。或许有很多的做法在当中讲到说，其实这可能对他们来讲都不习惯，因为城墙重建起来了，城门搭建起来了，开始要被关在里面了，开始有某一些的不自由，但是因着这些不自由，生活可以更加的平静安稳。
所以在这里面，我们看到在这样的事情当中，也就是如此。当他们愿意这样做的时候，他们就可以经历这许多的恩典与祝福。就讲到说，天还没亮以前，天还没有整个亮起来以前，甚至还没有到中午的时候，不可离开耶路撒冷城门。然后在太阳还没下山以前，守卫还没有离开岗位以前，就要把门关起来，而且要锁起来。所以这就是在保障大家住在这边。我们在天真的整个亮了，大家都已经开始来来往往的时候，门打开这样子，并不是说就像我们像5、6点门打开，其实教会没有人。我们期望的是大家能够在当中，我们门打开，大家都已经在来来往往很需要的时候，我们门打开，在当中我们可以明白很多的事情。有一些奇怪的人在当中的时候，我们也可以看得见。不然这时候有时候我们会看到有些学校或等等，就看到说，有些人在门一打开他就钻进来了。我还记得当牧师刚来的时候，那时候还不熟，然后在公厅那边门一打开，有个人从我这边钻过去，要问他是哪一层的哪一间的，他也都不讲。所以后来发现，好像是我们这边有一户，那个时候好像有一户可能是赌场，所以人一钻就进去了，他也不会讲他是谁，他要跑去他的那一间。所以当中我们不知道人怎么样，我们看到很多地都会说1楼的门要关起来，因为没有关起来，人钻进来躲在哪里你不知道。所以当中也是一样，他说守卫离开岗位前，就是天还没大亮，可能还没有到中午，门不要开。而在这门打开之后，有守卫在当中。当守卫还没离开，当太阳下山以前，天还没开始暗的时候，就要赶快关门了。因为开始暗的时候，你关门可能都来不及，可你还没关完，天都暗了。而在当中，我们看到他也讲到说，指派守卫的人去看守特定的地点，其余的就在自己的住家附近去巡逻。所以在当中，我们看到很慎重的去处理好每件事情。耶路撒冷城又大又宽，但住在城里的人并不多，房屋造好的也不多。所以其实在这当中住在里面的人也还没那么多。所以当中，让我们去看到耶利米在面对这些的时候，在处理这些硬体、这些软体的时候，其实在当中我们看到，我们要把最好的来摆上。在当中，当要参与教会服事的时候，我们就要一起来参与当中，一起来服事，这样的事情可以更快的完成。而当我们要拣选一些同工的时候，我们势必在这过程当中，我们要把人带领起来，然后去找出适当的。很多时候，很多人都很喜欢去批判其他教派的牧者，他们的牧养官，他们的同工是这样拣选起来的，会觉得是不是小众？但是我们看到他们是这样栽培上来之后，看到哪些人已经成熟了，可以到哪一个，所以那种成长过程当中，让他们进到某个位置去，然后慢慢去造就、去操练他们起来，然后让他们去慢慢的可以的人去承担更重要的责任，而在当中去看见他们的生命茁壮到什么程度，是不是成为一个可靠的人，是不是一个敬畏上帝的人？唯有敬畏上帝的人才能带出敬畏上帝的人，一个不敬畏上帝的人也常常会把人带离。所以当我们在当中常会去批判那些，但是回来有没有看到我们的生命更加的薄弱？我们常批评别人，他说他们都是牧师都用自己的人，但是回来看，人家也会觉得你们都选出那一些，你们都没有选出信仰优秀的人。
所以当我们看到其他教派的牧师，他们开始后来他们要开拓小组或者是开拓教会的时候，差派出去的人，他们就很有信心的出去，然后努力了5年10年，教会已经起来了。然而在当中，我们的同工都是还是软弱的时候，会发现5年10年还是软弱，然后差派出去不可能，因为在教会说要祷告，就已经都已经躲到不知道哪边去了。所以当中我们需要更强的同工在当中，而这样更强的同工不是说怎么强而已，而是在你的生命里面是愿意跟着走，是敬畏上帝的生命，是愿意站出来承担这许多的责任，能够站出来牧养弟兄姐妹，能够站出来成为那美好的榜样。所以在当中，我们要持续的为教会祷告，让我们能够一起来重建城墙，让我们能够一起来牧养我们弟兄姐妹，来生命的造就。真的不要一直在软弱当中，一直在找很多理由，都说别人可以，别人可以，谁可以？我没有时间，我不要。当我们在看尼希米记的时候，也就是让我们能够进到上帝要给我们的位置，而这样的位置不是说现在就把你放进去，而是在当中我们要不断的让上帝来使用。当我们要去上课，当我们要聚会，当我们要什么样的操练，就要来回应。我们看到这些人，他们都觉得自己没有能力，但在这样操练过程之后，当他们用52天把一路撒冷城墙跟城门整个搭建起来之后，有没有发现旁边的人已经觉得不能小看这些人了？接着我们一样有一段时间，让我们来回想今天的经文，来默想今天的经文，愿上帝的话成为我们生命的帮助。
主，我们感谢你恩典，让我们在当中去经历你的话语，让我们在生命当中有你的同在，让我们生命里面去经历不断的被你修剪，我们的生命也需要重新搭建起来。当我们看到耶路撒冷城崩坏了，也被重建起来，而在这样的过程当中，犹太人他们的生命也被建造起来。主帮助我们，让我们生命里面也是如此去经历这一些，让我们的生命也被你搭建起来，让我们不逃避，而是愿意起来承担。主，我们恳求你帮助我们，让我们生命里面持续的有主你的恩典与祝福。主，我们要将我们的教会，将我们弟兄姐妹都交在主你手中，恳求你祝福在我们当中。主，我们要将今天的聚会恭敬的仰望交托在主你手中，将每一位参与的弟兄姐妹都陈列在主你面前。我们将祷告祈求都奉靠主耶稣的名，阿们。因为我们每一天都有一段时间来到主的面前，给上帝空间，给上帝时间，也是让上帝将我们分别为圣，将自己摆在上帝面前，成为那馨香之祭。愿上帝赐福于你。